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灣區最勤力嘅男人，炳記新能源。依家帶大家嚟睇我哋嘅新場，嗱就喺全季酒店東莞呢個107角度隔離側邊。依家帶你哋睇下我哋個充電設施，依家呢個配套非常之好啊！咁咧佢就一排過2大個變壓器，咁啊電力非常夠啊！同埋最新式嘅窗充電堆，咁樣一排開，咁樣佢哋啲司機嘅速度咧，同埋充電嘅都比較舒適嘅，比較快捷嘅，同埋啲配套啊、休息室啊、洗手間啊、洗車系統啊，都係個配套非常之完美嘅。咁嚟睇拉近少少睇下我哋啲充電樁設施啦，同埋呢批機呢個設施咧就有個好處嘅，呢批機嘅速度咧都比之前快咗嘅，就行緊400 kW嘅，咁咧就會節約咗司機好多時間，同埋配合到依家現代新能源汽車逐漸去快嘅速度，同埋有意合作嘅朋友可以揾我炳記。